博雅，啊，你别再对我这么好了，我已经很对不起你了。你对我越好，我越内疚。你说什么呢？你哪有对不起我？都是我自愿的。就当是我上辈子欠你的好了。但是琉璃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好好的，别再错下去了。博雅，从小他们都夸我，说我又聪明又漂亮。可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，我一点都不聪明。你知道我费了多少劲才考上那个大学？如果没有你的帮忙，我也不能那么容易上研究生，那么容易就毕业。可真的直到毕业才知道，一个女人在社会上有多难，不是你努力就行的。有多少人他没有我努力，他没有我的学历，可他们都过得比我好。物质就真的这么重要吗？不重要吗？难道你想跟我结婚之后还挤在这个房间里，我们俩拼死拼命早出晚归，一个月都买不起一个包？博雅，我有能力让自己过得更好，我为什么让自己这么辛苦啊？所以，不管我对你有多好，你还是会去追寻自己的生活，是吗？你对我好，你真的对我好吗？可是你对我的好，并不是我想要的好。你想要什么？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什么都可以为你去做。如果你真的对我好，你应该……我应该做什么？你应该帮我。帮你什么？你说，我什么都愿意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你把贺锦熙约出来，然后你把他迷晕，帮我拍一些照片给顾西城看。你要绑架他？我不是绑架他，我就是想让他那些照片让顾西城看到，以为他出轨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充当他出轨的对象？刘丽，你现在骗得怎么这么卑鄙？我卑鄙？我怎么卑鄙了？是你说爱我，说你要帮我的。现在好啊，你反悔了，反而怪我。行，你走吧，你滚，你滚！现在苏元熙是南宫琉璃的靶子，我暂时不能出面，就让你们两个斗个你死我活吧。哼，苏元熙，你千万不要让我失望才好。奶奶，哎，我们上班去了啊。奶奶，我们走啦。哎，去吧。啊，方叔，少爷、少夫人，再见。少爷再见。哎，老夫人，哎，哎，这两个孩子也不知道搞什么鬼呢。锦溪也是的，顾家的少奶奶，当什么清洁工啊？天天上班还这么高高兴兴。可他们俩都挺开心的。所以啊，我看不懂了，这俩孩子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哎呦，您就别操心了，少爷和少夫人是有分寸的。
哦，对了，你去给我约一下我那几个老姐妹，我想打打牌了。哦，好嘞。琉璃，我同意帮你最后一次，但是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会彻底离开，以后你自己的路自己走。打他打他！补兵啊你！哎呀你，我来！我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 ADC， 你这么长时间了才补了几个兵上来啊？你能不能行啊？不行打开我来！哎，别烦了，到底是我打还是你打呀？你打得太差了，我来。哎，行了，你别捣乱了，该忙你的去。我忙什么呀？我都擦完了。上班去。你。喂，我是傅博雅，我想见你一面。现在啊？对。在什么地方？老地方。好。顾一成，我一个朋友想约我见个面，我去一下可以吧？那怎么行啊？上班时间怎么能乱跑啊？这个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，说有点事儿想让我给他帮个忙，好不好？让我去吧。去吧，早点回来啊。好的。傅先生，坐吧。这么匆忙把你找过来，喝点水吧。谢谢啊，今天外面特别热，渴坏了。傅先生，您今天找我过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为了上一次对你的态度，我给你道歉。没关系的，傅先生，你是一个好人，跟南宫琉璃不一样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。我是好人，何小姐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。你要记住这句话。别人怎么样我不太清楚，但你一定是个好人。你那么善良，一定不会伤害别人的。南宫琉璃能够遇见你是他的幸运，但是他没有珍惜，他一定会后悔的。露露，少爷，邵夫人回来了吗？少夫人还没有回来。还没回来？一出去玩就不着家了。晚饭好了吗？啊，饭马上就做好了，都是少爷爱吃的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吃饭。那不等少夫人了？不等了，叫奶奶来吃饭。哦。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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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，小姐！
对不起，小姐，我们已经打烊了。打烊？现在几点了？已经11点了。11点。11点。完蛋了！顾局长在哪？天哪！不好意思啊。以后好好照顾子熙。再见。才回来啊？对呀，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去跟一个朋友见面，一不小心就聊晚了。下次早点儿，赶紧洗澡睡觉吧。好的，那个你赶快睡吧，不用等我啊。进。顾总，这个是刚刚门卫送上来的，说是一定要亲自交给您。啊，放这吧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出去了。你看那怎么捡的啊？方叔，哟，露露，这是外面有人送来，指定送给老夫人的。啊，你先去吧，我送去。哎，我来打扫卫生了，来擦桌子。锦溪，哎，昨天干嘛去了？昨天和一个朋友出去了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去哪儿了？咖啡厅。什么朋友啊？闺蜜。真的吗？对呀。这是什么呀？顾局长，这些照片是怎么回事？我昨天确实是和上面这个人一起出去的，去的咖啡厅，可是我们是去谈事情。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睡着了，醒过来的时候已经11点了。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贺锦溪，你还在撒谎？去咖啡馆睡到半夜3更，骗谁呢？骗小孩吗？我没有撒谎。那你刚才说是闺蜜，照片上明明是个男的，男闺蜜。贺锦溪，我真没想到你表面上是一个纯情少女，实际上却是一个荡妇。顾局长，你说话注意点。
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，你不要污蔑我。好啊，那你今天给我一个解释，这照片是怎么回事？照片上的男人又是谁？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解释。我怎么跟你解释？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。别走，贺锦熙，你告诉我，这男的到底是谁？你们俩到底干了什么事儿？啊！你先放开我！你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你放开我！我是你老公，我有权利知道真相。你快说！我什么都没干过，我说什么呀？你放开我行不行？你干嘛？说，顾长。顾总，这样对公司的员工是不是太过分了？过分你妹！她是我老婆。顾夫人，是太不像话了！这个贺锦熙居然干出这样的丑事情来，我们顾家的脸面都要给他丢尽了。真是啊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！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心地善良、老实的孩子，没想到他居然跟人家干出这样的事情来，照片都寄到家里来了。西城，你必须马上跟他离婚。奶奶，我不会和他离婚的。你再说一遍，这么一个道德败坏、淫乱的女人，你居然不想跟她离婚？奶奶，我刚刚看到照片的时候也很气愤。后来我一个人冷静地想了一想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干不了这样的事儿。谁好坏会写到脸上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们顾家没有这种伤风败俗的媳妇儿，赶紧把她给我赶出去。奶奶，您别生气，我觉得这件事情里面一定有什么阴谋。你还在为他说话呀？照片都放在这儿了，人证物证的，你还有什么不信的啊？您先冷静一下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查得水落石出，给您一个交代。哎，你这孩子，你要气死我呀你！老夫人，您就相信少爷，再给他点时间吧。好，我给他时间。要是这件事情属实的话，你看我怎么整治那个贺锦熙。喂，傅博雅，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对不起。你现在能不能跟顾先生解释一下？你就告诉他，我跟你之间什么都没有。喂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傅大哥这么好的人，为什么要陷害我？要是解释不清楚的话，顾启成一定会离婚的。他离婚的话，贺锦熙怎么办？天哪！司徒，你一定要帮我查清楚，这件事情是谁在搞鬼。贺锦熙，这次我倒是要看看顾西城还会不会要你。西城，我知道你还没睡，你能不能听我解释一下？我真的什么都没有做过，我没有拍过那些照片，你能不能相信我？那个
清洁工真的是顾少的妻子啊？怪不得上回我让他去打扫卫生间，顾少那么生气，就让我去打扫了整栋楼的卫生间。这回算是说通了。你们说的假的吧？一个总裁的夫人怎么可能去当清洁工啊？哎，陆姐，到底是不是真的？我跟你们说吧，其实我早就看出来顾总跟那个女清洁工关系不一般，但是我真是没想到，那女的居然会是顾总夫人。这也太神奇了吧！这不就是麻雀变凤凰吗？人家本来就是凤凰，好不好？这兴许啊，就是顾总和夫人玩点小情趣。也没有想到，顾总还有这种爱好，哎，羞死人了。不是说顾少的夫人出生在书香世家吗？这看着也不像啊。就是啊。哎，行了行了啊，那顾家可不是一般的人家。既然顾总能看得上她，那说明这个女的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。哎，你们几个呀，小心点说